发现非洲猪这病毒开始已经15天禁止抬猪，所以全国即马加出大约39万只的猪哦。反而饲猪场会赶紧想要处理已经超重的猪，造成猪价崩盘。各地饲猪协会嘛协商了后，要求讲得要按照平常时的数量来抬猪。中央即马嘛决定讲要补助肉店3万块的营业损失，高雄市政府是一搭搁再加补助15000块。加饲15天的猪，体重有到105公斤左右，已经超过市场合格体重100至130公斤。猪仔禁止运送15天，伫车楼中昼会解禁，车7饭店过会当恢复多载拍卖。因为台湾平均每一天卖出差不多2万只猪，行政院估算，这15天全国差不多增加39万只价外猪，平均一只猪的成本加差不多1000块。地主真侪饲猪农民赶紧拍卖，有的怎摆卖着车楼载出来。猪经饲到150去啊，迄就算价外猪，啊价外猪就是讲，大家拢嘛赶要出，猪农我已经拢超重啊，超重就是赶要出，啊赶要出就是讲较会产生这款问题，塞车问题。价外猪大部分拢超重，价销成本就较低。为着预防猪仔的数量伤济，价销崩盘，各地饲猪协会嘛斗协调，要求饲猪场猪仔载出来数量要比照平常时办理，袂当超量。因为现台猪上紧车7才会当供应，车楼透早菜市仔的肉店也是空唔空。为了降低非洲猪这对肉店的冲击，除了中央补助一担3万块，高雄市府嘛宣布要增加。为感练摊商在防疫关键时期的辛劳与合作，除全面免收公有市场猪肉摊位使用费1个月外，配合经济部公布传统市场生鲜猪肉摊每摊补助3万元，市府再加码补助高雄市每摊1.5万元。除了增加补助，高雄市府嘛宣布免收1个月的使用费，汉算伫禁令解除了后，会派人去市场协助申请甲列名册。虽然已经公布解除抬猪甲运送的禁令，不过也是袂当用喷饲猪。饲猪协会呼吁农民都要遵守防疫的规定，嘛希望政府协助宣导正确的观念，鼓励民众尽量食国产的猪肉，莫受到非洲猪这的影响，支持咱国饲猪的产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